做2023年8月25日，每日新安公读经，坦诚对待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箴言22章第19、16節。名声比大財富較通意愛，恩惠比金銀較通欣羨。好行人甲善車人有共同的所在，因攏是上主所創造。為變巧的人看到危險就閃避，戇直的人佇咧戰爭期受災害。謙卑敬畏上主，就有財富、尊榮、性命。敖歪曲是非的人，行的路有刺僻甲羅網。保守家己性命的人，離開迄條路真遠。着教養囡仔行合宜的路，伊到老攏袂歪錯。好行人管轄善車人，欠債做債主的奴才。也不義正直的人會受災禍，伊欺壓人的勢力會受毀滅。好心的人有福氣，因為伊將美糧分予善車人。趕出自高自大的人，三錢就無去。冤家甲侮辱嘛會煞。心清氣、講話溫和的人，王會做因的朋友。上主的目睭看顧聰明的人，毋過伊破壞奸詐的人的言論。貧窮人講，外口有屎，我若出去會予伊加死。淫婦的喙是深坑，上主所厭惡的人會墮落迄內面。囡仔的心予愚戇填地，管教的炊仔會甲愚戇趕走。靠巴攝善車人好額，送禮物予好行人，攏會致到欠虧。坦誠對待。一位朋友分享講，伊佇某一個社福機構工作，因為單位需要增加一名主管負責相關業務，所以機構總部招募一位具有心理諮商師背景的督導去迄單位。新的督導雖有心理諮商師的專業，總是對機構的業務還着對頭開始了解。朋友甲組長真歡迎新督導加入單位，常時陣顧念督導家己一人對北部搬到東部，可能有真濟所在需要適應，所以無論工作也是日常生活，攏真盡心協助。希望互督導會當盡早熟悉機構業務和適應當地生活。過2-3個月，總部的主管常常拍電話來關心，閣另外派一位督導來東部甲因講話。原來新督導向總部報告真濟負面消息，主管感覺代誌有蹊蹺，所以派人前往了解狀況，才明白毋是伊甲組長有問題，是新的督導有問題。朋友講，互上級誤解的迄段期間，內心確實真艱苦。伊特別為組長感覺不平，因為組長非常盡職地執行機構的業務，對個案甲合作的資源單位攏真盡心。若是出於真誠的關愛，一個善良的女子安怎會當承受安尼高壓的工作呢？朋友講，有一寡醫師還是老師願意到東部服務，攏是互組長的態度感動到的。當時，新督導向上級
提出单位的负面报告，也同事感觉袂理解，因为即个单位若真正亲像新督导所报告的遐尼差，伊的业务早就停掉去，哪有可能伫新督导来了后才发现有问题咧？朋友有自信讲，甲新督导的负面报告比，搁较侪同事宁愿相信组长甲伊的做人，最后新督导离职，事件也落幕。我问朋友，经过即遍事件了后，伊还会当信任别人无？尤其伫职场，会当真诚面对每一个人无？朋友回答讲，的确有学着对人爱保持一点仔距离。总是伊甲组长讲过，因袂因为迄位新督导改变家己真诚待人的态度，特别是因踮社福机构服务，甲个案和资源单位建立关系，上基本的就是爱坦诚相对。假使家己无真诚，无法度互对方信任，就无法度服务真正需要帮衬的人。伫人生旅途中，咱无法度有知会拄着安怎的人，无论好还是歹，拢爱亲像亲身经历才会知。就算恶者会当凭口舌得到众人一时的欢喜，用计谋为家己出力暴利，总是咱着相信上主的美善。拄亲像箴言22章12节所讲的，上主的目睭看顾聪明的人，毋过伊破坏奸诈的人的言论。上主会随时看顾，帮衬用心灵甲真实敬拜伊，愿意遵行真理的人。默想，我捌互人真心换绝情无？迄时阵我安怎信靠上主咧？我捌互人真心换绝情无？迄时阵我安怎信靠上主咧？咱来祈祷，公义的上主，你是圣洁的上帝，所以我应该活出清气、良善的生活来荣耀你。人为着生存，有时阵会讲出无真实的言语，通好互家己得到上大的利益。求你帮助我，我的目睭会当定睛伫你的身上，通好互我洁身自爱，无随波逐流，日日活出有主同在的新生命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